同老撾與柬埔寨交界。越南一半個海咧就面臨南中國海，呢度係南中國海。越南一半個島就面臨南中國海。越南有3200公里嘅海岸線，所以咧海洋資源就好豐富。18至25歲嘅啫。依家係咗。如果超過嗰個年齡咧，就工廠唔會招收。係啊。25歲就自己出去揾職業做。因為呢度係台灣公司㗎，喺規定喺條韓河新橋，韓河有2條橋，一條舊橋係法國時代做嘅，對面咧係峴港市中心，對面嗰條韓河係峴港市中心。我哋喺湖安咧就有3個觀光點。第一咧去到日本橋，第二咧我哋參觀下廣東會館，第三咧我哋睇下居民嘅古屋，最象徵嘅古屋叫做鳳興古屋。咁1858年咧就法國正式登陸入侵越南。咁一到1945年咧，我哋胡志明主席咧就領導越南人民就推翻法國殖民地，同埋成千年嘅封建王朝。1945年嗰度喺1945年咧就越南民主局右邊啊，左邊係呢啲都係政府機關嘅。幾靚啊！幾個字真係唔勁喎。呢度咧就係民居個。呢個只係話點啊？好單薄。第一間尖族博物館，呢度係尖族博物館啱啦。做少少嚟就啲木畫，就辣椒啊啦，開啲長長啦，做嚟，過啲嘢，即係刀咯。香港邊度玩唔有啦？嘅時候咧，法國叫嗰個海上邊咧係叫南中國海，越南獨立後咧就叫南中國海為東海，嗰個海灘咧就喺南中國海線，所以法國人咧叫做南中國海灘，簡稱叫做中國海灘，嗰個名稱咧流傳到而家。以前咧就法國統治咧，法國叫嗰個海咧叫做南中國海，越南獨立後咧就叫嗰個海咧叫做東海。講飛嘅時候，俾人炸到飛起啦！先67年，好快。你話喺雨季，個雨季呢度唔行得咩？一樣得㗎。冇咁好行啊！有驚打風喎，先啊！打風啊！你哋越南人咧講到越南嗰字咧，唔係咁難嘅嘛，即係越南呢個。買過啦。南咁樣音嘅，咁點解以前叫做安南？安南咪係中國地方嗰陣時啊？以前咧越南係中國一個群
幾多錢問啊？叫做膠州。